来看昨暗6点外，一台连接车伫云林岛内滨高道北区哦，毋但造成塞车，嘛真危险。有人去开保障网络，警察是表示讲，这款违法的行为，上济是当罚9万块，吊扣驾照1档哦。 初二暗头啊，当时下班时间，人行车长咧坐，有一台拖拉机竟然驶到岛内国中滨高道附近，想要靠翻头煞造成交通大拍角，也互民众认为讲有安全记录。民众看到了后，翕影片放上网络，煞引起讨论。啊，铁路平交道本来就本来遐嘛袂使回转啊，袂使北区啊。对哈，危险嘛吼。系啊，本来就是啊。乱啊，本来就乱啊，这都有人为咗拐，有人为啊，迄个。 这用高架口。有民众表示，这搭滨高道南行车真多，何况是下班时间，若当到火车要过后，果是不堪设想。针对这部分，铁路警察表示，有调相关资料来看，针对这款的行为会来开罚。本所调阅相关资料，针对该易引车，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54条第3款，在铁路平交道超车、回车、倒车、临时停车或者是停车呢？ 可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9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并吊扣驾驶执照。另外，车下晡伫台中清水火车头北边有一个民众无听过路人的苦劝，硬要撞过铁基路。铁路警察会调监视器画面来追查这个撞过铁基路民众的身份，若是事实，会依照铁路法70条罚1万到5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